我一直以为，两情相悦，相伴终生，是两个人的事，是应该的事。我会给你。可是我错了。青锁，我的世界只有我自己，可你的世界不止你一个。青锁，我必不负你，我可以不做皇上。我们骗得了自己，却骗不过别人。宇文猷，答应我，明天早朝下旨迎亲，迎娶阿史那公主。青锁，你发誓。我竟然会用我最爱的女人去换取江山。你发誓。我将迎娶阿史那公主为中宫皇后。启禀皇上，与突厥和亲之事已迫在眉睫，见突厥使者已然在殿外等候，请皇上宣突厥使者舍地利阿尔汗上朝。突厥使者舍地利阿尔汗参见大周皇帝。平身。谢皇帝。我二人是来向皇帝辞行的，在长安耽搁多日，突厥可汗传来消息，边疆战事愈紧，特召我二人返回突厥。如此也好。贵使来我长安城已有数日，确实该回去了。大周皇帝这么说，分明是看不起我大突厥。请代为问候突厥可汗。传朕的旨意，朕已准备了聘礼，即日便迎娶突厥公主。怎么，贵使迟迟不言，难不成大突厥是想悔婚吗？我等不敢。我等恭喜大周皇帝，愿大周与突厥永享太平。臣等恭喜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愿大周与突厥永享太平。迎亲队伍已由这条路出发，到达这里。突厥公主所在的边界，由于车辇繁重，可由大路经由这里来往长安城。薛司徒，您的路线虽好，可卑职还是有些担心。大周、突厥与齐国三方并立，突厥公主若与大周联姻，势必对齐国造成威胁。而这里至这里，都靠近三地边界，难保齐国人不会潜心破坏。只怕在沿途，公主出了什么差错。楚总管说的是啊，皇上。皇上。楚总管说的对，亲事大肆宣扬，送亲队伍隆重，定然招人耳目。齐国人要想下手，轻而易举。不如向突厥提出轻减送亲队伍，带他们悄悄赶来长安城，这样可以保护公主安全。突厥逼我大周和亲，无非是为了向世人表明，我大周国势渐强，两方联盟则天下无敌。突厥断断不会放过这个炫耀的机会。唉，真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呀。朕看未必，朕要这鱼和熊掌一定兼得。皇上，您有了主意？主意就是，大肆迎接突厥公主进入长安城，有多大排场，就用多大排场。
保护公主！上！上！你是谁？得手了，宇文邕果然聪明，上当了。里面的根本不是突厥公主，贵为公主怎么可能下厨做菜？看她手上的伤痕就已经很清楚了。糟了，中计了！走，长公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咱们还是回金庸城吧。倘若宇文邕与突厥公主当真和亲，势必对大齐造成极大威胁。你速回金庸城，组织部署，速防周国与突厥联合攻击。那你呢？我还有事要做。这可如何是好？我该如何向夫人交代？宇文护，你一代枭雄，不成想，却死在了宇文邕的手里。虽然我去周国是为了长公的霸业，但终究是11年的夫妻。我在这里祝你早生极乐吧。出来吧，出来吧！玄武护法真是好耳力，今日风和日丽，在此赏花吗？哼，废话少说，镇魂珠我已经给你了，你我两清，再无瓜葛。镇魂珠，真的还是假的？哼，怎么，堂堂的小春城主，天罗地宫的青龙护法，居然连小小的镇魂珠都不能分辨出真假？珠子的真假一试便知，可人心的真假难辨难测呀。信不信由你。高长恭的死活也在我吗？你这么好的母亲，居然这么多天没见到自己的孩子，还不知道他去了哪儿。唉，也罢，就让他在小春城里吊死。也许他会在绝望之中憎恨他的母亲，竟然为了镇魂珠而舍弃了他的性命。这个诸葛无形一向为人狠毒，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。长弓真的在他手上吗？会不会是个陷阱？哪怕真有陷阱，我也不能拿长弓的性命做儿戏。玄武护法果然聪明，还没有近前就已经察觉了异样。哼，是不是我儿子，我还不知道。不过青龙护法说的不错，只要是为了儿子，即便是龙潭虎穴，玄武护法也要闯一闯。就凭你也敢拦住我？妙无音虽然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好事，可他留下的9转苏金丸倒是管用。你们没想到吧？你救子心切，全然想不到，自从进入这片竹林，你就已经中了毒。你给我的镇魂珠是真的还是假的？
真的。好，就让你的儿子来告诉我。也许他看完好戏就快来了。长公，启禀皇上，高长恭果然袭击了假的送信队伍，可一个人都没杀，立即撤走了。兰陵王爱民如子，不肯滥杀无辜，当然不会下手狠毒。见大周皇帝。起来吧。委屈公主车年，由小路来往皇宫，情非得已。阿史那还要多谢皇上为阿史那的安危着想，兵分两路，若不然，阿史那已经死在齐国人的手里了。愿大周突厥永享太平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愿花的泪在心上不断敲打，错过的我们又白了发。你离去背影徒留，这里风大，还是先回去吧。你先回去。那个阿史那，他有什么好看的？虽然长得不黑，鼻孔也不大，步子也有些沉稳，但是怎么能跟咱们娘娘比？要不是咱们娘娘让给了他，他能有今天？可惜萧索的目光，望断了天涯，唤醒了梦里的时光。这一世让思念不相忘，这一世让思念。娘娘，娘娘，你来御花园干什么？我只是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娘娘，我们快点回去吧。陛下，你先回去吧。我想一个人在这待会儿。娘娘。宇文邕，我现在才知道，我的心还会痛。
青锁姑娘，洛云姑娘，青锁姑娘，我迫不得已来找你。长宫他有危险。殿下，你可知道，镇魂珠在夫人手中？啊，夫人盗取镇魂珠，完全是为了长宫。为保长宫安危，夫人将镇魂珠交于小春城主诸葛无雪手中。诸葛无雪反而囚禁了夫人，这是为什么？诸葛无雪怀疑镇魂珠是假的，并无证据，下令3日之内不能证明镇魂珠的真伪，便会将夫人处死。长宫想要前往小春城救夫人，可投鼠忌器。所以，洛云姑娘的意思是要我去验明镇魂珠的真假。青锁姑娘，长宫自然是不会让青锁姑娘身陷险境。可你也知道，小春城机关重重，诸葛无雪为人奸诈，长宫此去，胜算渺渺。洛云千辛万苦潜入周国皇宫，只求姑娘助一臂之力。青锁姑娘，难道你就忍心看着长宫身陷险境吗？什么时候出发去小春城？青锁姑娘，你是答应了？除了我，殿下还有别的办法去证明镇魂珠的真假吗？好，明日辰时西山见。洛云相信长宫一定会拼尽一切保姑娘平安。皇上赏赐到。娘娘，皇上终究没有忘了娘娘，有赏赐到啊！快来接旨吧。皇上有旨，不必跪迎。皇上旨意到，原是青锁贤良淑德，后载母仪，特赏赐翠玉如意1双，夜明珠10颗，翡翠玉镯12对，提花绫罗20匹，金镶珠石福字簪10只，钦此。娘娘。参见皇上。皇上，娘娘白天从御花园回来就成了这个样子，奴婢害怕。青锁，你若累了，就靠在我的怀里，好好歇歇。你怎么会来这里？阿史那公主的……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……我说过，以后只为你一人画眉。我只是觉得，我对不起你。我现在刚重振朝纲，根基不稳，待一切尽在掌控之中，我立即昭告天下，立你为后。更或者，将江山托付给一个值得交托的人。我与你过寻常的夫妻生活，2个人，一生一世。宇文邕。我
我想来想去，没有什么好送你的，所以就只带了这个。也只有这个才能讨好你。我不信，这么香、这么好吃的桂花砂糖糕，我的青锁竟会不馋。宇文邕，是不是皇后，我并不在乎，我只是后悔，此时才能看清楚你的心。青锁，你有些不一样啊。我开玩笑的，你看，你不要皱眉头了啊！所以我才到这儿来，只要看到你笑，我就安心了。青锁，你给我一些时间，我会证明我对你的承诺都不会落空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青锁姑娘，长宫自然是不会让青锁姑娘身陷险境。可你也知道，小春城机关重重，诸葛无选为人奸诈，长宫此去，胜算渺渺。洛云千辛万苦潜入周国皇宫，只求姑娘助一臂之力。青锁姑娘，难道你就忍心看着长宫身陷险境吗？算了，就当我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吧。站住！皇上密旨，派奴婢出宫，这是凭证。是，请。洛云姑娘，我来了。洛云姑娘，你为何没准备马匹？从这里去小春城路途遥远，要是没有马匹的话，3、4天是不可能到的。哼！洛云姑娘，洛云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洛云姑娘，你……哎，喂，你在做什么？你不是郑洛云，你到底是谁？是你？不错，是我。看来我的易容术还是学得不错。没想到你心中还在贪恋着高长恭，只要假扮成郑洛云传句话，就能把你引出来。不是，我是……是不是已经不重要了？我现在就要杀了你！为什么我付出了那么多，却落得落魄逃亡的下场？而你心中还贪恋着别的男人，皇上却还对你情深似海。我要杀了你！
杀了你！真漂亮无忧花与萤火虫真的是没办法在一起，因为无忧花生长在雪线之上，习惯寒冷，而萤火虫只能生长在温暖的地方。小莲，不要伤心了。想看无忧花的时候，我陪你去看无忧花；想看萤火虫的时候，我就陪你去看萤火虫。我要杀了你！天命难违。四哥哥，我可是把最喜欢的旋风交给你了，你以后要是欺负他，我可不会轻饶你的。我会像珍惜你一样珍惜他的，你放心吧。哦，原来在四哥哥的心里，我和旋风是一样的。小莲，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逗你玩的。旋风啊旋风，以后要好好听四哥哥的话，乖乖的跟四哥哥上战场打胜仗，要平平安安的把四哥哥带回来。哦，小莲，无忧花和萤火虫是可以在一起的。小莲，你放心。四哥哥，这块帕子你好好放着。我离开了四哥哥，就像没有叶子的无忧花，没有温暖的萤火虫。四哥哥，原来……燕婉，你竟敢在这里害人！青龙护法说的不错，只要找到元清所，就能见到兰陵王。怎么，殿下竟然弃大齐江山于不顾，也要到这里来救他吗？与你无关。青锁，要想救你母亲，便去小春城求诸葛无雪吧。是母亲的烛花。皇上，卑职找遍了整个皇宫，都没有娘娘的踪迹。不过在北宫门倒是有些许线索。讲，进来。卑职参见皇上。免。你知道娘娘的下落？卑职不敢确定那便是青锁娘娘，只是昨夜寅时，有位宫女拿着皇上的令牌，说是奉旨出宫办事。卑职查验令牌无误，是以备马，朕要出宫。皇上，快去召集人马。是，加派侍卫保护皇上。是。撤！撤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郑洛云是齐国第一美女，
他的表姐是皇妃，他的表兄是声名赫赫的落雕都督。他虽然不是高氏皇族，但他郑家声名显赫。他父亲手下兵将无数，高长恭注定不会沉寂于世。他是要一统天下的。你一个弱女子，一个孤女，你也配做兰陵王妃？我是端木一族的后代，我的血可以找到镇魂珠，可以帮助四哥哥打开天罗地宫，找到一统天下的秘密。哼，光说有什么用？等你做到了再说吧。秀莲，秀莲，秀莲！啊，四哥哥。画个大饼，芝麻，再加点香葱。啊！看来我真的是饿得发昏了，居然连画的食物都感觉在冒香气。唉，师傅啊师傅，我不过是想看看你的脸，你不让我看也就罢了，还要罚我不准吃饭。唉。四哥哥，你这只野猴子是不是做错事，又讨母亲生气，难怪被罚扫地？我没有。没有？如果我再晚来一会儿的话，我只怕你把整猪整羊都画上去了。我，你带了什么好吃的？啊，桂花砂糖糕。嗯，桂花砂糖糕，当心糖吃多了牙疼。你才牙疼呢。干嘛？干嘛？没干嘛，我在路上捡的，因为好看，所以带给你。啊，香香的，不知吃下去是不是也很香？哎，你这个人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，哼，牛角牡丹。什么？你敢说我是牛？你走开！你走开！等等，我好饿啊，等我吃饱了再说嘛。好，好，来给菜肉包子，我给你带了4个。我知道从早晨到现在你都没吃东西，4个包子应该够了吧？嗯。小莲，千万不要记恨母亲，母亲也不容易，她也是个没人疼、需要被怜惜的人。四哥哥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偷偷去看师傅的脸。我知道，她是你的母亲，也是我的师傅，我永远都不会记恨她。快吃吧。四哥哥，长恭，马匹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也传出消息，令李将军按照殿下的意思先行部署。我知道你救了青锁姑娘，也知道你心意已决，所以我特意前来送马。好。青锁姑娘她伤得不轻，等她醒过来，我们送她去皇宫的路上，你我便离开周国。那属下去准备些路上吃的东西。
小莲。是谁叫你这么说的？说！我真的是小莲，四哥哥，你忘了吗？你的面具是我给你画的金甲天神，这件事没有别人知道。我不信，小莲，小莲她已经死了。你10岁那年，我们离开了无忧谷，回到了邺城。你跟师父不被高氏皇族所认可，所以你13岁便开始征战沙场，立功无数。你的身上总共有15条伤痕，这里的最长是剑的伤痕，这里的最深是枪伤，还有一道伤痕，你从来都不肯给别人看。那是因为我小时候调皮爬到树上，下不来了。你为了上树去救我，被树枝扎到了腋窝下。你怕师父发现，会责罚我。小莲，小莲已经死了。让满天的萤火化作飞舞的烟火，就算剩下的光越来越微弱，就让前世的你我开出一我若离开了四哥哥，就像没有叶子的无忧花，没有温暖的萤火虫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四哥哥，你要带我离开金庸城，过逍遥自在的日子。可我想留下来，帮师父拿到镇魂珠。结果，在山崖上遇到了周国的刺客，我中了箭，只听到你一直在喊我的名字，接着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当我再次醒来，已经是在一个山洞里。四哥哥，终于醒了。师父。是我做的，是我让人假装刺客去山崖上袭击你的。你身上中了箭，从山崖上摔了下来，伤得不轻，躺了1个月了。那四哥哥呢？你放心，他好得很。你从山崖摔下去以后，他找了你好几天，可只找到你被撕碎的衣服。我告诉他你被野兽吃了，他也信了。师父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允许你和他在一起。一个孤女，能帮得上长工什么忙？有你在，他就毫无斗志。就算我想尽办法把离殇剑拿到手，又能怎么样？他还是想娶你做王妃。我绝不允许一个对长工毫无裨益的女人在他身边。你上哪儿去？这山洞离金庸城很远，就凭你现在的身体，你还能走回去吗？
我救了你，并且还把你脖子上的伤疤抹了去。就算你回去了，又拿什么证明你是端木莲呢？师父，你为什么不干脆杀了我？你以为我不想杀你？哼，别说是你，就算我自己阻挡了长宫的雄图霸业，我也会选择自刎。我把你从小收养了，就是叫你帮我找到镇魂珠，打开天罗地宫，拿到青鸾镜，让长宫雄霸天下。